菩萨心，不应主接过失。要先修出净土，并且净脑助教，净土是第安住为教的净土。这个是因为等于来说，净土说已经已经，净土说已经已经了，并且净土有好已经了。我的安装安住这心，没有安住这往生去。这东西说我哋能不能被全给？但是我讲讲政府说，因为我讲讲政府是他的一些，政府是如是他的一些，我也会讲讲如是，就是政府的如是先生这如是我的意思。那今天这个有些有主。如果你的依靠人家讲呢，依靠人家讲并不说直接，这个心完全未不去注定。你这心，你这个思想来的，你要讲，你讲真的啦，记住，那最重要，你为主，你这为主，那按照你按住你的心所按住你讲。你参与你的心参与是说，新闻的，但是啊，这是一种的这些这是一种的这些谈的，这是一种的这些闹，是不是？这里面还是在，所以你基本上有一种也要，你表现的是空间，因为你是有主，有些有主的，你的心肯定保养这些有主，我做不好，我做不下去，我做不好你这样子。那按照讲呢，你这心我在我的规矩要全面，就是有不准，是做不准我的心，或者我们讲我的心，这个呢，这个就是这样，这个静定的。这个静的天气天高，静的，这个心哦，这个所在，胸有不办做成这样，不应主这个货币，不应主的这个，不应主这个货币，你这个天这个生活的这当中你说这个一切里面。这个人，可怜，我是可以。这个人，这个说讲阿姨我是可以，这个说讲阿姨我是可以。这边流行之下，流行的说他阿姨流行，我不阿姨流行，这就是这个是这两个信号关系，信号这个理解这个东西。那你结果今天你在哪里考的？你这个中国的经，这古经有经，古主有经，所以你经有多的这当中，有多的这当中，经有多的这当中，注解过去的这当中，这个关系，过去多是关系，含义是过去的含义这个有。那是公平正确，这就是错。所以，这当中呢，不应主接过失，你这个过失，你在辅助有一切的事情，那安尼当中，你这个修可能这个的人所发的，就是他的不共好的人，他的所发就是中期，但是这样的话。这个这个他里面的这画这个常客函数就是做的
气候这方面，我的电子这种把这个什么呢？归属这些归属加标语的这些间接辅助这些有就是这个监管为主。所以后边记住了后边记住做我的电子这个把安子领导这里，然后所以这场就会分享这个大会跟研究，可能了解这种会，所以这里可能为了应景性所做的理想修正，这个是这个电子电子这个把安子拿到然后所以你现在是发展，你别的东西，你这个尽量是困，本地不是小，我是一起的想小东西，这样小东西，所以呢，你这小，你这中间的这近年的这个模式，跟你这小把安子拿到才是，当然。这个发展这个方面的啦，这是非常难把它的形象保持良好，说这发展，这是其他比较这是进展的了但是我们要维持一直讲，这个是叫大体上听有进展这个方向，以及那你的我来这当中，如果能打出叫这个说你形象我的这个方向。理解在该这个旧的这个时候，所以旧的时候，动力准备后边这个这个进的这个，所以后边这个活动就是旧的这个活动，后边那个就是地产，但是后边这个活动第一，后边这个活动这个活动，是这样的这个形式，但是在这是一家里进的时候，另一家里全家的活动。这样来在这上，那既然这家健康的说在当中，你应不主前的不主家教育超时间，这经过面基本感受，这个秒点不是，秒为不主间，秒点不主间，所以秒点那个秒点你比在辅助，在跑产合力，在回家。你老弟这个回家，你老弟这个回家了你的回家这个发展比较低。因为你老弟这个回家不会这个回家，你的回家也是安排。现在都就是一切理解的状况在这当中，那么办法有利必须，或者在这个如此回家，按这个如此。你这回家的后面那去了，尤其是听你讲的人，我比说啦，生活这个当地去安上，边啊先跑到我去这个好公园，这个公园太大，因为有一种有一个地方，有一个话好点点枪。教员接帮忙这里，这里面啊，第三，说有长期说回到八个高的，说回去的话会，给你找到路，找出来的几个这些东西，我忙嘛，但是首先是观察这个但是关于这个手机太重，我不要。你想一下，别让他理解。我要供你这个，因为咱的资源是在家，咱的资源是在家，这在八乡，这在里面，它也都在家里面。你也经常梦想、这三个好，你是说明我出来的这场，你完成你表现的这场不一样不一样，你那个发现在里面去说话，自然就会。它是一个恐怖发展，那第四场规律就是通过辅助训练这些训练产品的这些进出来化，所以进出来化都不是这方面的意义。一年后，
也自信也好，像我是换人以后，像我换人不好，像我换人的可能，像我换人的这样。所以伊就是在管世间，一直以求这种都要这个世界就一般的不境界。所以以前的这种宗教，你讲啊，大爆发、地大开，你看我，你无论是哪个教怎么样，就是那肯定，那你不就是一个你要需要他，这是让这个人高贵，这是他妈的。你要需要亲，你只有发脾气，你只能这样。你若发觉了，你若里面心里中这个种，你若特别生活然后一天在这个后当中，你所做出来的心理中东西，都不一样，真正。所以这是特别一样。所以这个发表这个健康建设一些不重要的一样。很奇怪，就是百川汇海同无味，百鸟归山要不舍，那百川跟你一起，这个。咱们呢，注意这个经，这个经。那按照讲用这种就是七杂一不容易的四肢法汗，也使彼此分泌。那按照你这个人工讲这个，把这个你要这个，你但你身体人工是这个，哪里你觉得怎么？弄讲这个。那你觉得这个咱们这个关系要这一要，你觉得就是有收入的，有这个收入，有可好，要收入是那就收，关于这个现象大家，所以这个基本上，他这个伙伴非常的重要，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，所以这里你能够发表这个。发表我们我们的这种心理非常的非常多。另外，你的家就非常好。但是也后呢，你一定要有一定要按现在现在的话，贵属相交于什么途径？你的艺术相途径，你的艺术相交于这个途径。这是很多。这场就很重的包括60万奖这个是被细分了，这样是不属这个影响。